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哥刘浩明。相信观众朋友多多少少有听过乐队，但是你听冇听过乐队的乡野传奇。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係屏東大學文化創意3年內的莊崇金莊教授來到了現場。以這個花10年的時間，把個三埔對我哋客家最重要一個歷史的漫畫。可是我今日我哋要係嚟分享我哋嘅樂隊的鄉土的傳奇。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莊教授來到了現場。主持人好，還有各位電視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的助理教授莊崇金。阿金教授吼，這個其實要為到愛畫漫畫吼，唔係熟悉嘅幾多嘅資料，唔係去做幾多民間嘅訪問吼。可是我談到我哋其實樂隊地位啊吼，唔單止像我哋咧，我哋係一個軍事發揮一個圖一種組織。可是其實喺我哋咧民間地位係幾多個神奇嘅故事係咪？係啊，嗰個其實樂隊有300年來，各地有各地嘅傳說啦，全部的故事幾精彩有啲是大家人有知啦，有啲是幾多年冇聽過，有機會同大家人來分享看看啦。係啊，咁我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一定嘛幾想知過，我哋樂隊有乜嘅幾神奇嘅故事。咁咧，我哋對我哋樂隊，我哋對上面嘅美濃開始講，因為我哋想到美濃，大家人都講到自扎呀，冇都講有啲人講美濃也名嘅可能留意啲講，而且可能都幾時只幾多水啊，然後幾醬啊，後大家人同嘅務農嘅關係。咁從美濃咯，伊本身有乜嘅幾傳奇嘅故事冇？美濃傳奇嘅故事幾多。當然就到主持人講嘅美濃，其實嗰個開發嚟講美濃咁慢啊，對於樂隊嚟講也是咁慢，樂隊咁慢，樂隊是咁慢開發嘅所在啦。美濃因為伊嘅地理環境幾好，因為講咧，因為有台灣一時就談講台灣有2條龍脈，一條都經過美濃。因為美濃經過嚟咧，都也有一種地圖對大家都介紹如果美濃一條龍脈談講啦2條路喺個立下嘅公園黃吉古嘅，經過龍圖，到龍尾都經過龍山國小嘅附近啦，都一個都人頭擺人講嘅龍脈所在清朝時節，一個故事有兩種講法一個都清朝時節，一個日本時代，更加流傳國講嘅都日本時代啦。講一個有乜嘅故事呢？伊講一條龍脈啦據前記錄講，美濃唔單是有龍，還有鬼還有獅嗰個有龍山、鬼山同獅山三個。都好因為一個人講嘅老農時都從下來嘅時節都對一個山分解，所以就變咗一個沖積山平原。沖積山平原一地理環境都好，嗰個中脈嘅都上脈嘅邊啦。嗰所美濃人居發達，佢有錢都有辦法讀書嗰度變咗博士嘅故鄉嘅一個故事講甲龍同鬼嘅有乜嘅故事一個實在有一個故事佢講談講弄擺美濃愛掠鬼愛行山路咩，無想見解路安何行咪把對個龍尾都龍山嘅定下過，花幾多時間。嗰個日本嘅工程師都講。搞嚟做一條路做路做乜嘅咯？因為掠鬼幾多樟木砍樟木撞木嗰個大家人去個省時間，嗰所日本人都講搞無路都要開一條路嚟。嗰開路大家人都一坑咩？對龍尾一坑咩？唔過都幾奇怪，一啦對這樣就一暗冇條連暗條了嘅，所以暗冇天然又變咗人嚟用嘅。連啥幾廿年都按嘅，我講奇怪看人一來一去，都按冇條又同賣鬼嘅，賣人按太正義咯，同賣咯按好嗰時都有人話，呀唔乜嘅奇怪嘅，嗰度有一擺都要做生意你按冇條水冇咩，水冇做都半夢半想嘅時間都談到嘅，有一個兩個人嘅講法有一個人講話。講兩個你按厲害咯，幾條泥鰍有條後嘅明日同你一日明夜一日啦，天熱啦，你都同你撞鬼嘅咁你按厲害咯，咁
干安尼也无办法呢，干有唔捌嘅办法，也有像屯嘢米啊，两米屯集团来呢，屯咩团来呢？有讲其实啦，我是有办法啦，不过啊哦，乜嘅我都唔讲啊，我想讲一个哦，东西啊，如果身形重重、牙齿利利的啊，我想讲嘅啲东西啦。当时啊，乜嘅都冇办法啦，關於當時啲朋友講，阿亮哥，你是講嘢嘅咩？係呀，我都想講嘅，當時我都冇答消息啦。過來一個做生意啊，走一條田公司一看，哎呦，有本樣嘅了，都問，都講啊奇怪，頭邊啲本本啊，唔係本本係像嘅，是有糖多一個問題咩？有糖多兩個人嘅講法咩？都同你做些工條啊，工條我講，頭邊啲啊冇條啊。糖多兩個人嘅講法，都講下吼，都講一個身形重重啊，牙齒利利啊，講條我阿媽個身形重重，牙齒利利哦，過來都沒有好，像個土司啊，門講個啦，跌高門講個啦，門講啦有乜嘅？啲土司講，一個啊拍機嘅㗎嘛，身形重重，牙齒利利咩？哦，都話拍機嘅啦，哦，像講機啊，講條講好，咁簡單，都揾人潛鬼度機嘅，都明白。一出來啲奶啊，一好嘅都插幾嘅，插嘅幾怪，嗰邊啲眼部條啊，都糖多嘅，像人哋講啊，山洪爆發樣嘅，山頭嘅土啊，全部前面股飛飛嗰啲係嘛好，大家唔水唔得，驚下會死啊！嗰個電天氣走人哋會看咧，阿喵，頭邊啲熱嘅所在啊，冇本賣鬼嘅，沙油擠出嚟嘅風奶水啊，阿喵奇怪哦，因為安尼，個睇緊人就話，阿家唔怕，愈開嘅愈好嘅，唔可以賣鬼佬嘅，個一條路愈開嘅。嗰陣一談到人講，原來啊，呢邊嘢安部條談到喺度良神同鬼神兩個人嘅講法啦。啊本嚟就人談到，可惜唔是被談到。故所安尼都故事傳出嚟嘅，個睇緊人就講，闽南語嘅兩鬼嘅傳說。一個故事都安尼來啦。其實真係談到了幾神奇啦，因為其實我哋早期咧開路嘅時候，常常我讀到可能我哋冇辦法去抵抗嘅力量，可能一下撞起，然後又埋過去嘅。嗰時我想過，可能係咪有乜個神神啊，冇乜個我哋嘅良神啊，睇佢保護，但是後來有咧，可能又發現到新嘅開建嘅方法啦，冇到新嘅一種方法，但是也聽到講係一啲買一啲重重嘅牙齒利利嘅東西，唔要嗰個，其實而家嚟談落來發現，其實你談落幾神奇啦，因為其實就已經有幾新嘅嗰種開建嘅工具嘅，但是其實我都想到講，其實量也要呈現，其實對我哋客人係幾重要嘅。我哋常常講我哋土地良神，我哋咧主公，我哋咧宗祠，去接斷迄個良脈，可是其實也嘛一方面可能嘛說明嚟講，其實也要開墾以後，可能我哋闽南嘅風水多多少少就不一樣嚟開墾，以免被破壞起嚟。好，講起我哋闽南，我哋喺咧講我哋甲乙上，我哋咧古書，其實古書我哋提講，其實古書。聽我哋算是我哋六隊嘅嗰種分布地位本身都不同我哋咧，其實咧平埔族我哋原住民其實最強嘅一個地方。但像嗰片係咪有太陽有安尼同我哋咧平埔族啦，無論原住民整體啦，無論像我哋開墾嘅故事咯。好多主持人有講到風水嘅問題啊，但是講啊闽南啦，其實我哋客人幾重視風水啦。都講到古書啊，古書最有名嘅睇緊要啲都有太魯閣嘅三則電影下嘅石獅宮啦，因為三則石獅宮同風水有關嘅。因為講咯，因為有三則石獅宮咯，睇緊要啲石嘅本來都很多鎮風用嘅啦，像金門用嘅風水也咪鎮風嘅嗰時節因為做一個石獅宮咯，因為古書嘅時節啦伊地理嘅位置都嗰時節客人都種禾嘅咩？種禾每一年要種禾要收成嘅時節，啲土水不時本嘅風吹落嚟，都收成都咁冇咩？嗰時節都強勢嘅馬祖，馬祖都講今年是一個石獅嚟爭風啦，安尼風都唔會同人哋禾吹起嚟，嗰啲睇緊人都做一個石獅嘅，哎呀做一個石獅係咪乜鬼奇怪？
哎塞死的团员冇用，一塞死的吼，一見係看到一個睇塞死工，哦，塞死工當然有3集啦，有死肉胎、死肉2、死肉3，一個都死肉胎，哦，一都是裡邊個水工，也再啊吼，如面向嘅風口，嗰咪擺裁縫嘅時間，啲風對嚟裁呢，對口沙鞋嘅，哦，口沙鞋嘅山谷裡邊裁嘅風都裁，對面向要裁一都最好。你們都市王也都是空的，如果烏棍像水牛咧係咪上嘅？啊，米拜做睇水嘅時幾奇怪，會先裁縫，裁下去呢，老百姓嗰啲啊，哦，有水仔哦，有做風嘅哦，乜嘅又好耐哦，大家做準備。有一年啊，做睇水，都喺口曬係水啊，沖下來都將嘅健康嘅體育館啊，都光復同貢獻。沖到2個群眾，因為水在鐵梯，沙對一個塞死工哦，對沖起來，對埋起來。但是有時係對我哋政府改重要嘅一啲我哋講我哋咧神仙呐，咁你發我哋係咪講我哋一直求我哋啲媽祖，再講我哋係咪在做一啲事嘅喏？有啊，古時候有死肉2、死肉3嘅出現啊。嗰時後來我哋啲村民咪在繼續做死肉2、死肉3。錯。嗰時觀眾朋友，你這個睇到一片，我想講，剛剛的死肉2同死肉3，你到底咪有發生乜事情哦？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一段節目，我哋阿金先生講了一段我哋故事嘅死肉胎故事，但是還有死肉2、死肉3嘅故事哦，我哋馬上來談。阿金先生，從頭到尾講，我哋咧太水把我哋死肉胎給埋放來嘅，咁後來我哋咧村民都求我哋咧媽祖啦，無當我哋村民講，係咪可以做我哋咧死肉2啊？係咪？係啊，後尾哦，村民都講，加一個哦，我哋個塞死工按年薪啦，嗬，當然做一集來，嗰陣就死肉2出現。還有個死肉2呢，也不負眾望啦，哈！你拜做太水來係有個凍水哦，凍風有凍水哦，有一擺如果凍水啊，凍啊太厲害嘅，太水啊冇從啊功夫講起來，所以從啊南市村嘅，隔壁村嘅，加南市村嘅人啊，尾棍啊，睇下人話咩北莊啊，人家個體育館嘅人家做一個施工啊，嗬，即家冇面啊面到眼嚟呢，嗬，嗰時候一條然後都一面傾啊，半夜都拿碗鐵錘嚟打嘅啊！我講下佢哋破壞啊，佢哋破壞嚟。嗰陣半夜咧都同啲死肉2師傅啦，嗬，用鐵打啊，打嘅兩機打嘅，打嘅強喺度走鬼嘅咩？走鬼嗰邊也冇條哦，死肉2啊，都歪過嚟哦，因為強樣啊，要北風落嚟3，作為3日太水啊，天南華村都講死肉2發劇嘅。唔過幾擺係嚟以後啊，死肉2法律都冇嘅。每擺太水來做風災嘅時節，都冇得到保庇嘅用處。嗰個時節，村民都講，加死肉2冇達到嘅，加冇想看做第3集來啲。嗰時候也有死肉3嘅出現，還有死肉3也係3集塞死工上到鐵本道嘅啦，個線啦，我上個決定一下，上個決定一下，死肉3當然伊嘛有力量唔過無像死肉胎、死肉2法律安排啦，死肉3做好嘅某一叫呢，有一擺啦，嗰時節做功夫太橋嘅時節啦，有怪獸啲嘅河蟲啲俾做些咩？啲工人啊冇睇話，有人對講話傳聞啊講強解哦，我要洗隻喎，你啲東西啊，加拿貨低隻喎，加冇啊，會清危險喎。天然亦都面到間奇怪，唔知乜人同人講。如果強解嘅都唔講唔敢嘅咩都將啲東西全部同洗隻嚟，冇一叫真實做睇水。嗰時節啲工人啊，都有咩任到條命咩？都有啲媽祖咩嘅門啊，講唔掂拉雜啊，白講啊，乜人啊，神神啊，要同佢講樣嘅我唔掂乜人啊，嗰啲媽祖同佢講啊。講嘢是塞死工啊！講係啊，係塞死工啊！係啊，唔相信啊！嗰嚟都提嘅鬼數嘅大廈啊！啲細隻嘅鬼數大廈咩？都提嘅嗰真實一到睇死工都
死落态度约出来，重见天日啊！古说约出来，迄个咩，你对撞喺马祖庙头前要继续摆咩？古说更加态度管都有3则杀死的，因为杀死的故事吼，听个人乐队真的鬼手有谈到吼，因为个人鬼手有，我哋讲个人村庄地方有杀死的，不过对现场也安尼说明吼，咱发现讲其实也拢个人显明以前个人对抗个人。天灾哈，天灾啦哈，叫做真是想出来的方法。但是地方都只有个有个神奇的故事啊，比如讲天衣死龙衣，冇错啊，当也变成水，但是水唔会当的啦，水有可能会流去撞伊啊，劈撞到坏态的，然后水本当顿的，但是全部流个也变去，嗰种实在嗰种波幅，可是对人来讲啊，都真的都鬼水，嗰种用其他东西破坏也法律哈，然后变成呢。T34的出现，但是 T34的可能我都感觉到讲，够稳妥。好，唔像 T 阵吼，其实还是蛮鬼恶。好，T 一阵嘛迄呢，你看到其实迄个，就真是真讽，好真正的一个太自然的一种东西，一种生物。但是呢，石头上不但是上鬼讲，但眼神嘛鬼好看。系啊，或者都变成讲一开始可能显米味道，抵抗天灾。好了，想出来一啲方法，但是慢慢的变成人载体的一种信用地方。但是其实好多线上有讲到公信同功夫两存吼，伊哋本身的黑帮按到态度顽强，态度顽强其实喺个睇下的乐队里边，嘛係一个特殊的一种强调的一种黑帮啦。好，可是嗰种观众朋友尤其迄种应该能过数的话。伊听迄个人公信同功夫有两种，迄趟的态度顽强，其实同人乐队的黑法其实西安黑法有些无同样。咁安尼慢慢的讲嘅，其实我哋讲喺古书嘅嘛，可能讲到林落，林落嘅人哋讲，其实以前先民去到林落嘅时候讲，一定嗰邊地方可能嗰度古嘢，好你想講有古嘢一定有麒麟，好，嗰時想講一邊地方如果你用麒麟，嗰時我哋見林落有嗰林台啦，好林子村啊，那些一啲名嘅吼，嗰種林落呢，伊本身有乜個特別的故事嘛？林落其實有一個太監有啲故事哈，屏東人有一個啲故事啦哈，都有帶有你嘅相片嚟睇下看啦哈。林落最有名嘅就我哋講嘅鑼鼓鋪啦。鑼鼓鋪都講人講人神聯姻啊，都講人家本神嘅故事，一個故事對來呢，就講頭擺啊，林落屯救伊啊，一個客家莊，一個河洛莊，這時間多啲清朝嘅時間是海島鐵厲害嘅時間，多啲乾隆米屯嘉慶嘅頭前嘅時間，就台灣海島鐵厲害嘅，一個當然有原因，我哋唔會靠佢啦，我講要講故事不神奇啊，呢時間都談講啊，林落有一個細妹啊，名叫做齊小桃，一個齊小桃小姐呢，有一擺啊，如果台灣婚姻家都提嘅西上夫嘅河巴西神啊，西上夫啦，西下咧，如果看到河巴神嘅橋當中啊。嗶嗶咧衝過嘅要笨垃圾嘅就鬼多，我話乜嘅啊？看到有太夫人家出水，有人講是坐馬嘅，騎馬嘅啦，有人講坐雞嘅啦，你看到齊小桃你看，係咪騎馬嘅一個人可以拍相，可以認準啊？太細個，帥哥啦，我係咪有細個啊？按認準啊，今日啊，講今日啊假人啊，加槍一種嘅細過嚟嗰一面都即係佢費事咩忽然間死妹咩嗰嚟冇一叫啊，都看到嘅河巴要留一個木盒過嚟，嗰嚟講唔要留喺我面前咯，我也要咩矮嗱羅生人啊，齊小桃小姐嘅羅生人啊，要咩矮嗱，我對白一神有意啊，白一希要留過嚟，連殺幾多擺啊？過嚟講咁啊，帶過嚟要過嚟唔過而帶一哪時間啊？想講門隔壁嘅人啊，隔壁人全部冇人看到你，咁樣奇怪因為全部人冇看到啦。按認準嘅細個都冇人看到你，親嚟看到啊，佢奇怪我梗要佢拿過嘢，拿過嘢打我看一看，地杯舒適，都金街嘅一條鏈嘅一條東西啊。因為我有這樣東西咯，都對抗議嚟嘅，講啊奇怪，抗議嘅冇變好嘅冇叫啊，年都混混，
面都冇鬆開，飯啊食唔落，冇啊水唔得，我面都混，哦。個碌卡人講講係啊冇嘢，講要按呢，哦還按好啥，嗰邊啦，個輪沒有紅咩嘅時間，上海人話你咪哦，有時就跌高咩本身咩，哦，你本身講係講係你冇嘢啊，唔用嘅哦，我同佢落去，同佢講哦，人冇嘢啊，本叫嘢神吉王啊，睇王爺啊，看爽嘅，哦，要輸嘅啊，偏見未有，冇叫啊，有嚟拖伊啊。哦，佢冇多年嚟好過呀，哦，年好有準備哦，人過生日啊，哦，拿裝就對買藥哟，哦，出面嘅網嘅哦，係講起來，對買下嘅人附近嘅用圖書大廈，先啲標嚟，哦，讓堂嘅太王爺叫佢嗰邊嘅三上吉王嘅指示關樣嘅，哦。嗰啲又係佢哋講啊咩哦，因為你咩嗰按神奇啊，嗰按奇怪，嗰啲真實的，是有嘅，是哪個都看醫生、看先生看冇，冇叫佢過身嘅，過身後人相信講真實有樣，嗰啲叫佢嗰批人啊，要走嚟同人講，我哋嘅三上吉王啊，同我哋同佢講啊，講要拖嘅嘅身家，天人都靠啊。一條拖佢啊！要輸嘅我哋拼理嘅，見面好嘢嘅，一條拖佢嘅。嗰時節持小拖嘅有人樣講真實有樣。個人唔判定咩？唔過面到話要加多神啊嘛，是關於講菜嘅事情。嗰時嘅故事馬上就傳開來，叫野人同連絡人本來是唔合嘅呢，河洛莊同客人本來都唔合嘅。不過為到一件事情啊，都兩莊都比較親切嘅，都過好嘅。但係冇叫野人要嚟同聯絡嘅人講恭喜哦，我哋睇王爺我哋睇王爺恭到來嘅哦，講我哋王爺姑婆啊恭到來嘅嚟，專門夾吧，順搶睇緊人是麻油酒，過嚟說禮拜年初二嘅時間，都聽聞嘅睇王爺嘅會，還有嘅王爺嘅夫人我哋講老姑婆啦。鄉下過來，同嘅麻油酒嘅都伴村莊嘅人，大家認識都保平安啦。一個習俗啊，都因保持幾廿人都高見。一個故事也幾神奇啦，都發現我哋客人同好多年嘅一個紛爭啦。一說故事，當然有人講一個故事唔係挖出來嘅冇啦。都講翻咩清朝嘅人上嘅為到一個海島去食嘢。也係日本人去食嘅嘢唔嚟啦，唔過一個故事我哋神話係神話啦，都當作我哋茶餘飯後嘅一個故事，一個就代表性嘅聯絡嘅故事。其實後來我哋嘅交易啊，同人哋聯絡，兩個人都變親家，係咪？其實土豪時啦，嗰種那個聯絡人可以交易嘅咩？土豪時，你講我聯絡人咯，佢土豪時啦，都唔值錢。因為講我哋係親家啊，佢還有種頭到我哋咧線上講，我哋嘅專門家嘅時間啦，我哋要幾張相片。如果因為其實我哋聯絡人對我哋咧做姑婆估來一件事情係一個貴重嘅事情，嗰時候一定會找人哋三台錢，都俾我哋我哋咧姑婆嘅上面，嗰時看將我哋姑婆嘅而家估來嘅時候，我一定會同他嘅人講，我哋姑婆估來喲。嗰時係我哋咧王爺娘娘還有我哋老姑婆估嚟聯絡一件事情，是對我哋聯絡嘅上面嚟講係啲貴重嘅一個事情。聯絡嘅人同叫嘢人都變得幾好咩？聯絡嘅人都喊叫住嘅人都喊多阿喬咩？聯絡嘅人係都鼓噪咩？嗰時兩邊嘅人都可以和好啦。因為對當時該安軍裝嘅族群嚟講，是一件好事情。嗰時冇想到一啲人生嘅戀愛把我哋族群之間嘅衝突化解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要錄對其他地方嘅傳奇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阿健先生同我哋講嘅聯絡個神奇嘅故事，咁有一段咯，我哋過來到我哋女僕嘅，
你係咪同人哋講一下杜金雲睇人哋當天嘅故事好唔好？好，講到杜金雲啊，因為杜金雲對客家嚟講是佢重要一個人物啦，因為伊個角色佢尷尬啦，哦。而好多狀咧講伊係我哋客人嘅發言頭，哦。我哋客狀咧又講伊係同迄個好多人嘅發言頭，土匪啊兩面唔免人啊，啊清朝也講伊係初犯嘅叛亂分子。故說呢，伊死嘅時間呢，嘛真濟個，啊，都跟大家北京去剁頭嗱咩，去也來哦，跟也來啊，土匪山兩個人都跟押送北京，都太吃頭嘅啦，啊，啊唔過啊，哦，嗰時間咪講有幾多田文爺條淡定嘅人咩，全部要照顧嚟，那照顧嚟嗰時間，因為伊啊對人有點有規劃，故說你想講紀念伊啊，故說也感覺講伊幾人望咩，啊。佢除過嚟都談講要刻一個墓碑嚟紀念伊，啊唔過伊無人生嘅啊，都用也喺條上父母喺條，我哋都講衣冠冢咧，嗬衣冠冢咧都講緊要講衣冠冢啦，啊嗰時都要我都講一下佢衣冠冢，都同佢做一個紀念，哦，啊嚟紀念講伊個人啊，佢啊一生人，哦清除過嘅故事啦，啊唔過嘢墓碑當中唔敢寫杜金雲啊。我講咧，本清朝人要就此嘅人啊，嗬！嗰時嘢都講咁我都想辦法話，有辦法做嚟紀念，又唔係講得罪到人嘛，後來都做一個逆啊，用那個逆賊的逆杜金雲啊，嗬！啊，嗰時間呢，看到嗰時間呢，如果一個墓碑當中一個逆杜金雲呢，嗬，都講都一個發言頭啦，嗬！啊，我哋是做一個警惕，唔咩拜哦，哦，冇誤會哦，嗬！啊，但係我都。又還要加一點，你當中又加一點，啊有人講啊，加一點乜意思呢？伊講沒事啊，嗬，女粉啊，嗬，女粉嘅有沒事，就才哥伊就錯嘅啦，嗬。啊講到杜金雲一個人嗬，伊本來都係喺啲女僕嘅，伊同我哋客家莊嘅關係幾好，啊伊嗰時節伊對人對事各有義氣啊。故說因為按道但係咧很聽伊，啊唔過都講而家時節你從嗰個莫強樣，而家同朱一貴嘅時節上漲做王嘅，而是天嘅大因為台南府嘅哦，啊唔過你因為嗰時節朱一貴退去分封嘅王爺一條分唔平啦，啊都嗰時節有封嘅27個國公，而其中之一，啊台灣嘢人都唔敢呀，厲害人用本啊做極公咯，要同一條我爸爸人強啊做極公咯，要啲王爺都封咯，啊王爺喺寬咯，大家要對唔判定啦，都同鎖耳咩，所以話我家冇都冇叫同強下嘅哦，我哋強下嚟就啤一下嚟啊，樣，啊加上伊嘅拳技唔係幾好，一條蛋頂你睇下啲蛋頂咧。冇拖家嘅啊！入到嘅地方當然都會搶人嘅歡迎㗎，搶人嘅什麼又做家嘅咩？都變啊做一季都該唔諒解啊！講你一定要客人嘅拳技安查，過嚟團少咩？過嚟ยัง有歷史上有一個7間頭時間咩？7間頭時間都18皇宮啊！講講呢度皇宮啦嚇，都講啊，到嚟圍殺嘅做一季，啊做一季有個照顧嚟咩？啊過嚟。失敗以後，清朝都對佢捉起來，都你話吃起來。啊，故說一個故事，按你咩起來講，做一個一個角色啊，多見啊，有個人嘛想對佢平反啦，因為伊嘛係算是平民革命嘅領袖之一咩。哦，啊當然是一個故事是故事啊，啊今日有機會對平反嘛，我是冇聽說。啊，唔過我哋是當作一個故事來看，哎呀。對一個地方，啊，更加一個所在哦，冇一樣，啊，都提可以平河台嘅路況，平河台嘅路況係看得到，啊，看得到，啊，嗰個大家有機會也喺啲平河台嘅時節啦，嚇，提台路上咧，幾好人，哦，都看得到一個，啊，杜金雲嘅衣冠冢，係咪？因為其實對個故事來講嘅話，嚇，冇錯啦，對人哋歷史嘅角度來講，哦，伊哋喺我哋嗰時節台灣嘅民變，哦，伊哋我哋講。提倡翻盤仔，好，佢係對我哋呢個清朝嘅角度來看，
吼，讲刚才把其实我们注意归我们杜军人，如何我们的民变，但是对我们壮的地方人来讲，我讲对我们这世界的田段来看啊，迄个的行业来讲的话，其实对伊来讲可能迄反抗这世界的清朝，可能人哋这世界管理对我们人民都无啊，伊都等于迄对推定我们人民发生的伊的人，伊的抗争的伊的人，伊的推量的人啊。可是变成讲冇错，伊后来本人在北京吼，本人杀的，但是我哋留下来的人其实对伊，我感觉到讲，其实我哋还是要纪念伊，为同我哋人民去发声，去抵抗。可是我又讲，冇错啦，我哋下一代压啊吼，然后压，然后杜绝，但是明年的人可能嘛低啊吼，万一讲。我哋对伊的反派咧，而讲嘛个来做伊的衣冠冢，然后伊上面写的呀，其实明年伊就底下嘛个意思咯。其实，但是变成讲，其实历史的一种改革的，我哋讲改革的方法，其实国土无用，像伊的人都系好还是坏，其实冇伊的定论。当然，系啊。可是讲起女仆，我哋下面来差唔多来讲竹田。其实竹田咧我哋咧开发嘛贵咗，下面竹田嘛有安尼嘅乡野故事啊。竹田其实冇几多啊。竹田头摆我哋喊做敦煌嘅，敦煌都谈讲啦，呢個竹田嘅時間有一個太水池啊，都潭嘅太水潭啊，嗰條鐵石全部跳地底啦，蹲橋嘅蹲鐵石蹲橋嚟，蹲木啦，嗰時間因為嘅敦煌嘅時間愛到都人哋講嘅塔德江啊，塔德江愛同東江海嘅，愛開條水路做水圳，嗰時間。有去一個廟，很多主王宮嘅竹南村嘅主王宮。這個主王宮做乜嘢呢？聽講佢有靈性啊，乜個靈性啊？佢話專門治牛瘟啊，專門治牛瘟嘅。佢說有人咧牛嘅不平嘅，係乜個都提執法嘅，嚇拖一個藥籤啊，佢都藥嘅實來好嘅。嗰時間唐隔壁連沙狀況嘅人，唐到講啊，呢個竹南村嘅主王宮、主王爺要按靈性啊，嚇。米拜有，大概你們點樣？嗰些牛嘅是農業社會最重要嘅一個經濟的動物咩？嚇，我說大概人講，剛剛你都睇有牛嘅不平嘅，全部落嚟嘅就。咁喺度人類嘅是麻煩，不是有牛瘟，不是這樣。我說有一擺談講啊，嗰個茶上玻璃村嘅，茶上玻璃村，都擺喺行業。嗰時候有人嚟走嚟竹南村嚟講，咁我做啲強人嘅主王爺嘛，做啲。而家嚟人哋嘅狀況係容易啦，同人哋以為佢嚟一樣搶鬼用嘛。竹南村講啊，是要費事唔答應咩？嗰嚟冇辦法咯啩，好嘛，咁我都搶人哋王爺係田咧，係建議啦，同人哋搶鬼嚟哦。你講好啊，都搶鬼咩？嗰嚟搶鬼嚟嘅時間咧，我冇一叫人好奇怪，以為看片又看唔冇呀，王爺又。冇靈性嘅咯，睇下人都喺度變到古怪，都嚟認真看啦。哎呦，看到啲王爺樣式是窮樣，唔過嘅神父啊面相啊，嗰種神氣嗰色啦，都面到講係哋嗱，本人掉包嘅啊，拿到假嘅王爺同你送過嚟，真嘅王爺不留下嘅嘢，嗰時候一拜以後，王爺都冇按靈性嘅，也是其中一個故事啊！嗰個主王宮啊，唔難是安尼哦。第二擺世界大戰嘅時期啦，唐講嗰個一時係日本時代咩？美國人啊，用個炸彈過嚟炸嘅日本兵，過嚟炸到啲竹南村嘅時期啦，炸彈槍體沒有放嘅爆炸，隔壁連沙全部冇事情，佢睇緊你嚇我一下。睇緊你講下走啊，咩我看，真是哦，一個王爺要保庇大家哦，因為呢，因為看到王爺嘅結局團起嚟，團起嘅結局啊，讓啲啊王爺要保庇大家啦，一個也係茶餘飯後嘅故事啦，要俾大家參考安尼啦。如果我哋主王爺唔單止會治療我哋嘅牛瘟啦，同時又要用腳。
伊把个杂谈给飞走吼，因为其实像俺的故事遐人咧，尤其听100世界大战嘅时间，美军来打人咧，喺台湾咧日本兵嘅时间，如嗰度俺哋没有有安的故事讲，接炸弹的啦，接炸弹的啦，话个一飞的炸弹都别个边去啦。可是可见吼，其实像也都没有地位吼，唔单是伊对俺的历史节，好像咩种牛嘅，俺的历史最重要一个经济的通文来讲，其实伊历史对俺的人民的生命。其实嘛，係最重要一個保護。嗰時，你看從頭到我哋線上講嘅安東我哋咧，綠隊嘅鄉野傳奇裏邊吼，你會發現到其實個傳奇其實同我哋幾時嘅神法，吼，幾時可以看啦，唔單止可以看啦，讀到良辰啦，吼，無論講我哋依邊愛當風啦，我哋古書嘅歷史嘅啦，吼，無論講我哋聯絡我哋咧延存嘅神嘅戀愛，發現我哋族群地步嘅衝突啦，還有種我哋族南嘅我哋祖王爺吼，伊可以自由文嘛，可以把個我哋咧紫檀、我哋炸檀給發走。其實喺度傳授都同我哋其實係人民嘅神法地步，最重要嘅嗰種一部分有連接，吼。咁像你這個本身有漫畫，其實嘛花幾多時間去做漫畫嘅調查，像你談到安尼一種鄉土嘅嗰種嘅資料時間冇故事時，唔會不用聽人漫畫地步嘛。其實有啲計劃啦，上海做個人綠隊嘅《山海經》啊，因為《山海經》是中國最有名嘅一個介紹傳奇故事咩。按來講，綠隊一個鄉土故事哦，到近江地下看到有綠隊鄉土誌鍾景書先生嘅地邊有介紹一條故事哦，有一些故事有介紹到。唔過我哋啲老輩啊，我冇看到。一個從文化傳承啊嚟講最重要，也係我哋更加文化部嘅推廣嘅革命嘅文化記憶庫咩哦，記憶庫一個是最重要嘅故事啦，一條歷史嘅文化代表我哋更加嘅神法哦，頭百年嘅智慧哦，我哋先人嘅智慧，一個有機會可能叫書記啦，我哋推到畫作漫畫，還做咗故事書啊，動畫一條應該是唔會難啦，應該最前期上衝啦。我說我哋希望阿金先生真的可以同我哋把我哋嘅故事熟悉翻來，俾我哋嗰度人可以睇得到最神奇嘅故事。其實我哋今日我哋阿金先生講我哋美濃啊、高書啦、連絡啦、內埔同竹田嘅故事，其實我哋綠隊喺嗰度好精彩嘅故事哦。我哋今日佢感謝阿金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講我哋綠隊嘅鄉野傳奇。多謝主持人，還有觀眾朋友，希望今日還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你欣賞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冥想運動。請準備2個手腳桿呢，冇用到嘅手腳桿呢，熱萬歲都可以同人做運動嘅哦。唔準備好嘅麼？請放起來同人做運動嘅哦。好，更加請同嘅2隻腳打開來，好，同嘅肩條同下抬勢，好，2隻手伸出去，嘅手轉過來，來做一個擴胸嘅運動哈。好，我哋手可以慢慢地彎起來，好好打開來，同我胸口打開，好，手放來，2，手放來，我哋反翅骨打開來哦，好，同先上同下做。我記得我同我背囊反翅骨打開來，唔是太急，我哋慢慢地做。平常呢，睇看電視就嘛可以做安尼動作個，用個胸型夾個好看吼。好，更加嚟加鬆安尼個腳，好，腳先下放來，底下
手臀腳通下打開來，再鼓來，腳呢我來彎，來鼓下來，打開，再數鼓來。腳做一個鼓的動作，最尾是下1、2、3、4、5、6、7、8、9、10，好，來臀的手臂，fin fin啦，放鬆來，好，來臀線上通下，臀的手，好，仰通下，下放來。做第上面，再放下來，第上面伸出去，再放下來。好，做下動作可以幫你胸型咯，較個好看，較唔會胸部下垂吼。第上面再放下來。點解會開始？好，你數個滾圓，堅持一下哦。因為你手呢有拿保特瓶，個保特瓶的作用就像你啞鈴一樣，好，就可以增加你的肌耐力。慢慢地放下來，再來，能同你手一樣下放來，做畫陽拳呢，第一個前面畫一個太陽拳呢，慢慢地做，莫急。剛剛的手滾圓呢，可以放下來先休息一下，那來臀線上通下做唔怕。好，放下，更加來彎片的喲，一樣彎片，第一片畫好，來兩隻手下放來，好，彎片畫。行嘅保特瓶咯，佢硬通下，好，慢慢地過來，好嚟舒緩下嘅手臂，好，一樣將嘅腦背伸出去，你嘅手盡量放出來。好，慢慢地放下來，更加彎片的哦。好，放下來，好，來更加長咯，兩隻手伸出，好，加上我哋腳哦，我哋腳愛做一個挺腳的動作，好，來做左右交換，好，加上腳。用嘅新陳代謝再夾一下，肯定是冇應酬頓哦，可以放起來，好來拿
环保的东西，像安尼咧保特瓶都可以来做运动哦。好，慢慢的吸气，调气，休息一下，吸气，调气，好，两只手交叉，并个腰背，一样来做一个伸展。慢慢的滴，左手片弯过去，右手片弯过去，慢慢的用下来。好，来呼吸，头到脚的动作个，请记得咯，来两只手合放来。好，来做上面、下面，上下运动。好，来针对安尼呢手背，臀的胸部去做加强，上下。好了，挖眼看呢。年纪较个大嘅，停上班可以停下来休息，可以嘅话，团能坚持一下哦。好，来弯片。好，慢慢的过来中间，好，来做一个全身的动作来，慢慢的伫上面伸出，好，用下来，你蛤蟆改伫上面看，尽量达成的龙骨。慢慢嚟变下来，一样嚟做一个延展。那通常呢，平常像有时间的啦，还有妈妈呢，欢迎家做些做一个巧嘅舒滚样，都可以做下动作来舒缓哈。弯片。好，来做一个缓和的吸气、调气、吸气、调气。今日的运动你能记得了吗？卡路卡准备两个无用的杆子就可以做运动，又环保又简单，好好运动，下次再来了。